沙漠嘛，这个叫查理有啊，新的，这个不认识。过来。今晚上有点齐哦，这3个是过来交流的。没问队的名字，不知道站啥队伍。这个也是对上的，来的比较少，这个是美国，这个翁博阿汤。
先手在这里，先手在这里。罗总在哪里？这是，不是罗总不是这样。哎，你有开心一点吗？你有今天不开心吗？笑一下。无忌，跳舞，跳舞。所拥有，三十多了。
马不来看，守着给你们打伞，天气这么落地了，他把这个各自全部这个社区里面有，豆瓣网站上面有喜欢下载。音乐里面有下载，但是还没更新，不搞了。是以前的游戏的时候。一个动情的浪漫，是什么光的在记住，动情的这么落地了，他那一个各自沉落。真路修。三个一模一样的是什么？巧克力的。有3张哦，有3张啊！你就录视频我看看，你怎么视频啊？好，帮你录视频了。
国际的是从韩国，你的盒子里面要装一个。对的，我有个茶水，有个大油锅。嘿，嘿，哎，到跑那边来了，早知道不动了就直接过来。你也记不住。中华出，我也唱。今天没看到。不是。哎，咱们今天来的啊，他先，知道吗？你说了什么？讲的重点是什么？希望今年到昨天。我去跳舞了。今天在裤子上直播，问他会不会教？哎，瑶瑶来了吗？反正这个其实下来可是一起。会不会教？这个是绝对不会教，绝对不会教。我没有那么自由。他还跑得很细。17了噻，星期6啊，应该出去。
下一就下不了了。
머리야 겉들이 너지 주머니 뒤때로 내다나라 보여야 알아요 야라예 뒤때로 내다나라 보여야
我们走呀啦走啦耶啦，家亲如山路，走啦嘞，耶达路干娘就。나 주저 난도 이제 열는 말이야. 아, 잘라 말이야.
放在上面噻。是我的吗？对啊，对，这里卡片，哎，对对对。好，谢谢。来来来。
那这个到时候我一起拿回来吃，都隔一下嘛是。这3个要不一起？哎，干啥？3个2块，这个给你，对眼睛的，这个地方多嘛，还有就是那个带动。里面是一些糖果那些，糖果、巧克力那些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是不太重的，太重了，全部是巧克力啊、糖果，还有这些零食。因为他们家有2个小孩，一个比较喜欢巧克力。等下我送的还有一个礼糖果麻辣，再送一个炸鸡血炖，下次再送。明天送瑶瑶。苏老板在中，也就是个意思吧，巧克力意思不行。主要是送人朵儿的，朵儿吗？在前面。啊，来，这个给我走吧。就这个，紫色就是这个。啊好。哇塞！哇，好漂亮！这分开的，分开的。这个很好。这个就是开花这年轻的，天天是这个其实到上面都我
不要那么结束在那几多的，结束呀那么，我的心在那里，那大不呀那么，我在这在那路，山不呀那么，阿不个山里，山不呀那么，阿不个山里。他在跳的时候送，会，让他跳一下，让他回下身。好嘞，跟他说了他肯定。好，哪里要打球的去过去，打球。我去！好，谢谢。他他妈打这人的话，一模一样三个。我
送给哪个嘛？送了就送完了就啥？下午看人还不在呀。这个我来，等一下。后面那个穿黑衣服 T 恤的那个。对对对，那个。好，你好，走吗？没捏你的礼物，这点小小礼物。两着的钢筋喷大走。他说的对，就算一周的话，应该也是4个都在了。现在扎西拉姆过来了，搞不懂。那个风筝嘛，回老家昌那个，好像扎西拉姆就不过来了，咋的？他现在晚上搞通宵。我能走。要求他们俩跳，对我让他跳。他说他们来过，他们没看到他。确实，昨天晚上看到。拍了好多图，说你注意了，他现在在国外。他
操啊！知道了没有？这个我知道。这边走，多少呀？哇操，好好看哦，欧姐。我们家好多也是老师，我家里边好多都是老师世家，很多老师，我妹妹也是老师。现在用真的这个呢，用记忆不知道没得做。尤其修嘛，修好看不的话呢，这也是正式的，如果下头去修，就是泰国那个电影，它那个频道是全是用记忆转，泰国，我说我一般就是。下次去修，我们几个出来领舞吧。这个应该有3个人吧，这个阳线应该这个3个，还有一个妈妈，还有一个是我有，还有一个是弟弟嘛。都讲个小细节。难得到吃点小细节哦。这几天就3个人、4个人在做。然后那个还有最早是曲儿做的，曲儿应该是300多做的。不就不拿送的。是。不拿送的。不拿送的。
好了。还有没有解释了？有点变了。跟着跳，跳，这个跳完了就结束了。第一个。中间那个车子。跳。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知名的。结束了。时间到了，家人们，明天再来。家人们，时间过了。就没得看了，结束了。往前面头看的，往前面头看的，往前面头看的。掉下，掉下，干，干，抱得动吗？我也，我也，我也，韩国，韩国，哇，表哥，送的谁的？王健的，王健的。哇，恭喜王健，王健的。现在拿的花那个金毛的。
有时候去看一下吧，有时候看一下，不知道哎。这里呢，对不对？错了吧？不是无忌，无忌。家人们，他错了，回家了，回去吃。对。我不知道你在，我看明天在哦。好嘞，明天在，好明天晚上在。朗中的办公室对我们现在已经有3个。他的办公室已经成了队部办公室了。今天拿到了好多奖金了，这个挺王姐哪去了？王姐，谢谢。那个是我嘛？不知道。这样的。对，我记得。打伤了的还在这边。国庄队是对成都这儿他们不是成都。对。小金县的。对，小金县的。李文明。李文明。就是我们经常一个跳舞。谁是小金的？啊，我知道，就是那个。李文明是谁啊？李文明明是一个经常我们来这里。就是那个。男的。他弄的。我说有一老师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一起拍个照。就是那个小金的一个小。还有。朝鲜女。朝鲜是哪个？不进去了吗？他给我说妈咪。以前我们去。在哪里？吃饭啊，李文明。今天我看他这儿跳，他名字错了，无忌，是不是？无忌写的，来无忌宝宝。山西有那个3个姐姐是北京来的，他们喜欢跟你们一起。来，我给你拿水。哎，这应该有石头花放在前面。这是谁的花？这个是谁的花？他的大名叫李文明，他的大小名。老师，关心老师，笑笑，他前面是。关心老师，刷起来，嘉欣老师，笑关心起来，老师，嘉欣老师，笑一笑，笑一笑，嘉欣老师，关心老师，笑起来，OK。像春天的花一样，老师。谁看得出来？落了一块随便的。哎，那个王清无节老太，我就不说了，错了。还有这个，王清有了这个花就我就骑摩托车跑，骑电瓶车吧。他们是哪里来的？不知道。这个是何老师吗？对啊。咱们俩去从哪船里走的？来报告他。
哦，看我喜欢你，就是。哇，你看嘛。这个是拉姆，拉姆，人参拉姆，人参拉姆，人参的这个甘孜05的那个老师。对，他们说甘孜我有一点，有一点认识。还是可以报一下啊。可以，但是这个小问题，20公斤的越野的跑道。他退去，他已经当兵了嘛，他没事儿。20公斤以下他没什么。哎。飞起20公里啊？对呀。这个还高哦。好，20公里以下就跟着不听。那叫不？但这些就那没，这些。他这次来，你去得给他做你车上。要不要？对，这个车不要机场，不要机场去打到的。不要走了，他们这个不走的。他回来的时候都是来的。后来我们4个人去的嘛，他赵光清还有公司，我们4个。他要赶回来，还有4个，还去青岛的地方。啊，你带有没有？他从江里。没有。哇塞，你看。哇，这个，哇，还是挺重的。哎，我直接拖回去吧，应该可以。这花靠到车上，车要堵车没有？那个路上还有小快递。他当时张小璐开车。我听你说你是后来的在车里。开始那段。刚明之前那段5米9。从刚明。王清还来了。那叫多拉姆波庄。你，张小璐，邓芝，都开了车啊？你们4个人都开啊？王清没开。说哪了？说了。你要走啦？今晚不去了，就给我。刚刚人挺多的，就不想下播了。对。啊。